真快乐嘅人。头摆有一个人按到西恩，佢想变做世界上真快乐嘅人。佢啉真贵嘅酒，食真好嘅东西，见到排嘢，每日嚟跳舞，唔过佢冇快乐。有一日，西恩经过一间旧书店，看到橱窗度有一本镶金边嘅书，佢一打开书，一套金光剪了出来，同时耳公顺有人讲：拿点书，听我来，我会带你寻到快乐神。西恩买好书，知道有一种力量来电佢向前行，行过无数那，去上太江山，水从背后有一个梯头。西恩行过梯头，发现上端的蛋糕作为一个老人家。老人家的头那毛毛又尖又圆，视野长长，上端点三片。老人家讲：我是快乐神，我会本做一个真快乐的人。我是喜念的力量，不过做唔得为自家喜念，更可为别人喜念，系么？快乐就会唔见得咯。咸咸风，神仙sắc端都唔见得咧。潮塘度有一个小阿妹耶，提河巴船叫。西恩问：小朋友，你做乜嘅叫？小阿妹耶讲：我叫嘅唔见得咧。西恩想：我来试看啦，喜念嘅力量有灵险么？佢將木竹拾起來，頭拿攞起來，對準天燈喜念。本小阿妹嘅叫會轉來，一條小叫嘅對草地度走出來，小阿妹嘅男丁小叫嘅又尖又笑，看到小阿妹嘅眼快樂，是阿妹天天快樂起來。佢一下就了解快樂神講嘅啲乜嘅，第二個後，是阿同人聽數喜念，基本窮窮人有飯好食，十三個愛兒做得團圓，潛記聽數嘅人，當日拜鬼啦咧，無限凄差。唔過，是阿心度有一張疑問：我喜念嘅力量安太，真件就做得天數騙人天天做唔得為自家。佢木竹拾起來，喜念像愛一蕊花。各位，佢木竹拔開來一看，當真樹上那等一蕊長長嘅蓮花，原來每次嘅喜念未會實現。佢當地嘅跳，咸咸風看到水度有一蕊蓮花，比佢樹上嘅假十匹安太是印象。聽錯係我喜嘅人特色咧，我愛一座世界千態嘅花園，乜嘅花都有。因為冇是印就去到花海地背，貪心將真石球，見真見態。是印唔單止想愛千態嘅花園，佢還想愛變做千有錢嘅人，建立千態嘅國王。一下。是因冇時間再個同人聽書，佢當無限，將有人頭家花、頭家錢搶做假王國。其實唔咯，所以唔咯，韓國十分唔快樂。是因想，我快樂唔見得咧。佢緊冰冰嘅去尋快樂神，一直走到太江山嘅水叢面前。是因對快樂神講：相同快樂吧，愛。神轉身向前走，是因叫過去，面前好點點的出現一大棵那梨樹，竹蘭夾衫同樹腳。神走到當家，是因叫到頭起唔得，佢看到一條小河巴，是因當再走，想去河巴順涉水，結果河巴水變到又污又污糟嘅爛果奶，是因乜嘅眼望都冇，就是想要一口水好食。超一下，佢知道一層透心涼。我頭一看，有一個小阿妹嘅同佢戴耳頭，是會認出來，就係嗰個叫為唔見得嘅小阿妹嘅。小阿妹嘅同一碗清水拿本記講：來些，是會咕嚕嚕嘅，一口氣同水色槍。卡到嘅金錢，卡太嘅王國，未必唔得一碗水嘅咁甜。小阿妹嘅唔見得咧，神坐到佢面前，神講。係講唔同快樂嘅道理傳出去，人嘅快樂就唔會過糟蹋啦。是因太上細陣，成日總頭行透透，同每一個想愛快樂嘅人講，讓我對尋快樂，故所是因變做真快樂嘅人。